近日咧，我有一個朋友，咁佢就 WhatsApp 嚟問我Miss Chow 啊，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幫到一個長者85歲，而佢本身咧係有心臟病嘅，我哋唔介意咧不保心臟，可唔可以買到醫療保險啊？我話都好難喎嚇，因為自願醫保咧通常就80歲之前，即係講79歲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你話過咗70歲，個人客身體有一啲特別嘅不保事項咧，好大機會咧有啲保險公司咧都會唔受保，因為事實上個風險都係好高。喺呢一個 case 裏邊咧，我有幾個angle 想即係大家去思考下嘅。大家如果可以咧，都喺網上可以睇到唔同嘅保險公司係醫療保險。嗰個譬如85歲係俾幾多保費啦嚇？通常舊式嘅一般保單咧，即係人客點都係要70歲之前投保啦。咁如果佢繼續續保嘅話咧，咁我可以一路保到100歲咯。但係相對咧，即係你話去到80幾歲咧，其實個保費都已經係好貴㗎啦嚇。你話嗰個老人家係咪負擔得到呢？如果譬如我試過有啲人客係3兄弟姊妹，大家夾錢係啦，咁咧就去幫嗰個媽媽去買嘅。咁相對咧，佢哋就覺得嗰個分擔嗰個保費就唔會咁多咯。但係咧個保費咧相對係真係唔平嘅。之前我哋都試過個人客啦，69歲，咁69歲咧，咁佢都有4個不保事項，咁最後咧嗰幾兄弟姊妹咧都係照幫個媽媽投保咗嘅，咁講緊個保費咧都接近5萬蚊嘅嚇，唔平㗎，即係值唔值咧嚇？因為69歲都俾5萬啦。頭先我嗰個朋友，如果佢問85歲。即係一路尤其是呢幾年醫療保費一路咁加落去，我唔理你有冇墊底都好啦。其實你負擔得到嘅，如果每年要俾10萬蚊或者10零萬保費，究竟你又會唔會繼續咁樣俾保費呢？本身都有一個人客，咁佢咧就係喺10幾年前喺我哋即係香港未有高端醫療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已經喺一啲broker 嘅公司咧就買咗一啲環球嘅醫療保障，類似高端醫療嘅。咁佢咧就係買門診加住院啦嚇，咁個 cover 都係叫 fully cover 啦，全數賠償啦。咁佢今年咧大約係60歲度啦。而佢俾緊嘅保費咧，一年咧講緊係俾緊20萬保費嘅嚇，因為佢包埋門診嚇，全數賠償，值唔值咧嚇？咁當然呢個係一個老闆嘅客戶啦，而佢尤其是係要入私家病房啦，覺得哇，其實如果我有起事入私家病房，要使嘅錢都好多噶嘛佢又負擔得到，咁所以佢又繼續供保費啦嚇。亦都唔會話有覺得啲保費貴嗰樣嘢嚇，因為佢自己都明白身體好緊要嘅。如果你話幫一個長者去買醫療保險，即係我哋叫中產以上啦嚇，你俾得起保費，俾10幾20萬一年，有陣時有啲人客咧都會諗嘅究竟值唔值咯嚇？究竟有喜事嘅時候，張保單究竟係可以保障到佢幾多錢？而點解我而家每一年要俾10幾20萬去交呢個保費呢？再講就係頭先講話嗰幾兄弟姊妹佢哋夾份，咁同唔買保險到有喜事嘅時候，又係幾兄弟姊妹夾份，有冇分別呢？事實上真係有分別嘅喎，因為呢。你而家每個月大家即係好平均咁亦都定量知道每年大約係俾幾多保費嘅時候咧，咁自己有個預算啊嘛。但係如果你完全唔供保單咧，到即係入醫院嘅時候，醫生話要醫100萬又好，200萬都好，大家到時候先至除3份
各自突然間要攞50-60萬出嚟嘅話咧，咁就唔係咁容易。反而你而家咧每一年咁樣慢慢攤分咗咧，咁就容易好多。每年咁樣攞出嚟攤分咗，同你一次過要攞60-70萬出嚟嘅時候咧，我諗每個家庭都有每個家庭嘅難處啦。變咗是但一個兄弟姊妹攞唔到出嚟咧，嗰條數亦都影響好大。如果你話有2-3個兄弟姊妹，大家夾份去幫父母去買醫療保險咧，我覺得相對大家係要有個預算嚇。咁有陣時我哋保險咧就好難講抵唔抵嘅，係咪claim 得到保險咁就叫抵咧嚇？咁但係當你claim到大額嘅時候，其實你自己都辛苦啦嚇，因為病緊噶嘛嚇。咁但係你冇 claim 過咧，好多時啲人客咧都會覺得唔抵嘅嚇，即係佢會覺得哇，我每年即係頭先講緊當個例子啊，當個朋友打得電話嚟問我85歲，當真係有保險公司受得到佢，每年俾10-20萬保費，一路如果冇病嚇，咁你如果當佢而家85啊嘛，俾到90歲你都要俾5年嘅時間，5年都俾百幾萬保費出嚟啦。咁係咪佢一路都冇 claim 過，佢又覺得真係值咧，真係抵咧嚇？咁我自己都有啲人客咧，真係媽咪啊、女士嗰啲咧，90幾歲啊嚇，都好健康啊，又係打牌啊咁，即係晨運啊嚇。又唔奇喎，又真係有咁嘅例子喎。買保單咧嗰個心態咧好重要嚇。究竟你知唔知呢份保單背後可以點樣減輕家庭大家嘅爭拗啊，或者為錢銀嘅誤會啊，或者大家付出幾多啊，而減輕咗家庭大家中間嗰個糾紛啊？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反而喺保單裏邊咧，事實上係幫到手嘅。如果一個人客即係佢嚟查詢得講85歲想買保單，亦都表示係咩咧？佢由0至84歲咧都冇俾過保費。OK，咁如果佢0至84歲都冇俾過保費都叫健康啦，或者都可能過往嗰啲都係平，即係唔係話好大件事啦嚇。事實上佢又叫慳咗好多年嘅保費㗎咯嚇。所以如果你話喺85歲真係有保險公司俾佢入場買得到嘅時候，收10-20萬，其實又真係唔係話咁貴，因為佢過去咁多年都冇俾過保費嘛。市場上我就唔能夠講話一定買唔到啦，不過只以我自己所知咧，就真係未必能夠幫呢個長者咧買到保險嚇。加上佢亦都有心臟病嘅病歷啦嚇。我哋做咗保險咧，其實每個禮拜咧都好似同生死呢樣嘢行得好近嚇。啱啱過去呢個星期五，我有個人客，咁佢咧就過去呢一年咧都有同我表達過，就話覺得個醫療保險好似加價加得好貴喎。咁佢咧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小康之家打工仔。咁佢就話Miss Chow 如果咧到週年日到期嘅時候咧，你幫我轉一啲細啲保障嘅 plan 啦，咁我唔想供咁多錢。而我呢個人客咧，過去就即係小毛病啦就有嘅，但係就未試過有啲咩大手術嘅嚇，亦都投保咗咧，講緊都接近有30年㗎啦嚇，即係大家由後生到而家嚇，咁感恩佢冇咩大病，只係啲小毛病嚇。咁佢就話覺得好似一路繼續咁俾保費，年年保險公司又唔知加幾多，佢覺得好似唔係好值，自己又冇咩大病。咁於是咧，我咧就即係喺佢呢個月到期嘅時候咧，就話俾佢知你如果想即係減細啲張保單係可以嘅，咁幫你申請啦嚇。咁點知咧，即係幫佢申請嘅時候咧，佢個簽名又唔啱，咁批唔到喎嚇。
咁啊跟住到第二次再揾佢再簽名嘅時候咧，咁啊再申請啦。下晝5點揾佢要佢用 iPad 電子申請。夜晚黑11點咧，佢就 WhatsApp 我。咁但係因為我夜晚11點我都真係瞓咗啦嚇，咁啊我第二朝早我就覆佢啦。第二朝早我問佢咩事啊？咁佢就話我聽咧，佢咧就已經入咗屯門醫院啦嚇。咁我話咩事咁嚴重啊？琴日下晝先同你通完電話嚇，你突然間做乜嘢？琴晚入咗屯門醫院，咁原來咧係心臟病突發，血管塞咗，唞唔到氣，好辛苦，即刻 call 999，咁就去咗屯門醫院急症室，跟住即刻同佢做掃描，就話佢個血管咧就塞咗90% 嚇，咁咧就要做手術。不過咧喺屯門醫院咧就因為佢塞得太犀利，佢哋就話似乎可能安排佢做搭橋手術咧會更加適合，但係又因為禮拜5夜晚嘛，第二日星期6日咧又未咁快安排得到嚇，咁要等到星期1，咁變咗咧佢禮拜5晚、禮拜6、禮拜日都一路咧都係喺即係屯門醫院嘅深切治療房。佢喺禮拜6朝頭早同我通電話，或者今日同我通電話都好咧，都好 OK 嘅嚇，個健康 OK 嘅，精神嘅嚇，咁亦都食到嘢嘅。只不過佢就話即係醫生唔俾佢落床，因為都插咗啲管啦，check 住佢嘅心跳樣嘢咁。咁就等去威爾斯，咁睇下威爾斯嗰邊嘅醫生就講如果做搭橋個手術個情況係點，咁佢自己再決定。當我知道佢有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就即刻問佢：喂，啱，琴日5點先同你話轉細啲嘅 plan，你而家有冇改變主意啊？嚇，因為喺我理解咧，心臟病咧就2個情況，一就真係突發救唔到，太急啦嚇；二救得到嚇，咁可能通波仔啊，或者做支架啊嚇，或者搭橋啊類似咁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唔 keep 好你嘅飲食咧習慣，2-3年後咧，你以後會再塞㗎啦嚇，亦都有第2次嘅機會再做手術嚇。咁呢個就係即係以我了解係咁。咁我話你自己有咩想法啊？因為個客人咧，佢經歷過今次即係完全個心好翳啦，唞唔到氣啦嚇，即係接近死亡嘅邊緣啦。而嗰刻就即係去咗政府醫院啦。咁政府醫院又唔能夠即時有機會可以同佢做手術啦。咁啊跟住喺度即係叫等緊啦嚇。咁佢就覺得，如果我轉細咗嗰個醫療保障，咁又個選擇性就低咗嘅咯嚇，因為佢咧以往咧買開呢個高端醫療咧，就係我哋即係最早期第一批出嘅時候，就係可以住私家病房嚇，咁係有墊底費㗎啦。但係如果而家佢轉一啲平啲嘅高端醫療咧，就可能係住大房。甚至乎咧都會有一啲網絡醫生嘅限制嚇，咁變咗如果佢咁緊急入醫院，就算入私家醫院嘅時候咧，第一有冇普通病房俾佢咧嚇，第二就係一定係用唔到網絡醫生㗎啦，咁緊急咁一定係用住院醫生。住院醫生開嗰張醫藥費單係咪又會合乎到保險公司平時嗰個價錢咧？如果唔係合理慣常嘅，會唔會有差額要自己俾咧嚇？即係有好多，因為你買一個經濟啲嘅計劃，保障就一定冇咁靈活，或者冇咁全面，或者冇咁高嘅檔次。咁變咗咧喺有限嘅選擇之下咧，人客就變咗佢喺入院嘅時候，或者叫危險期嘅時候，仲要諗咁多嘢咧，對個客人嚟講，佢就覺得係一個負擔。咁所以咧，我當時就同佢講：我喂，你需唔需要再決定係咪真係要轉細啲嘅醫療保險咧？嚇，
因為啱啱係禮拜六嗰陣時，我就話正路嚟講，公司電腦未咁快做到嘅嚇，你要停我都可以即刻同你通知公司停嘅。咁跟住佢就覆我，佢話其實經歷過琴晚嗰個咁危急嘅時候入醫院咧，佢就卒之明白入政府同入私家真係有分別嘅嚇。佢就話都想，如果今次叫過咗一關啦，係嘛？咁唔好彩幾年後又要再通第二次，或者有機會第二次心臟病發嘅時候，佢都想自己多個選擇嚇。咁喺呢一個 case 裏邊咧，其實未來呢幾年究竟佢原本嘅高端醫療會加幾多價，大家都係仍然未知之數嚇。但係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原本個客人覺得，我一路都冇病㗎啦，咁多年都冇乜大事嚇，哇！一路你咁加我保費，我邊要供得起啊嚇？嗱，原先佢個想法係咁嘅，但係咧就個天就咁得意，就啱啱安排佢去做轉 plan 嘅計劃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即係知道個血管塞咗90%，要做手術。而跟住咧，個客人亦都知將來有機會再緊急入醫院嘅時候咧，佢希望自己有更加多嘅選擇，更靈活嘅選擇嚇。咁而佢就決定咧，就唔轉計劃啦嚇，俾多啲保費都好咧，要翻個舊計劃嚇，隨時可以入私家病房。無論個客轉平啲嘅計劃好，或者用翻去舊時嘅計劃都好啦。其實當然每個計劃咧都有佢嘅利弊啦嚇。你一分錢一分貨，你俾多啲保費，嗰個保障係大啲、闊啲、靈活啲。咁你俾少啲保費，事實上嗰個 plan 就一定會，例如有限制、有網絡啊，或者地區啊，甚至乎住嘅病房級別啊，就一定有唔同嚇。咁人客咧即係未經歷過真係大病或者要做大手術嘅時候咧，佢嗰個決定願意付嗰個醫療保費嗰個價值觀咧係唔一樣嚇。咁我今次即係點解要即係講俾大家知咧，分享個 case 咧，就係有陣時我哋每個禮拜客人打電話俾我哋，其實我呢兩日咧同佢傾電話咧，佢都係喺深切治療部嘅，即係我都同佢有講有笑啦，係啦，即係等佢個人唔好咁緊張啦嚇。咁同埋我都覺得佢係叫過咗個大關啦咁我都同佢講，我話早2個禮拜前我自己都有一個老朋友，都係識咗30幾年嘅咁就因為 cancer 啦，好急咁幾日就行開咗啦咁我話人生好多嘢真係我哋控制唔到，當我哋控制唔到嘅時候，你話真係要行開就冇辦法啦，但係又未至於去行開嘅時候，究竟我哋決定點樣去醫治，或者住咩嘅醫院或者自己需要休息幾耐其實有好多嘢咧，真係仲要諗不過如果我哋早啲有買保險咧，就好似有個保險顧問喺身邊，我哋有陣時都會話俾你聽，喂，你會唔會咁樣諗？會咁樣會簡單啲啊？咁樣將個風險轉移咗，你會輕鬆啲啊？始終我覺得啦，保險最唔好就係要俾保費啦。但係好處就係當有事嘅時候，事實上你係減輕咗自己要突發要攞一筆大錢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考量咧係好影響你嘅治療個心情啦，同埋做唔做治療啦，其實影響好多嘢。有陣時我哋唔係講話買保險一定好，或者一定要買不過你話網上有好多 KOL， 佢哋自己未經歷過大病，未經歷過做大手術或者死亡邊緣，有陣時好武斷就咁講保險加咁多唔好買或者即係有其他嘅選擇即係有好多佢哋好單一角度
就咁叫啲人唔好買啊，去嚇啲人要小心啊咁令到可能有好多投保人咧遲遲未決定，但係到真係病發之後又買唔到，咁究竟由邊一個負責佢下半生咧嚇？即係今日咧，希望將呢個真實個案講俾大家聽嚇，希望大家對加保費選擇轉唔轉 plan，究竟係有咩角度我哋去諗，好嘛？咁我係 Miss Chow 啦，過去疫情裏邊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目的希望人客咧感受到保險顧問嘅存在價值。如果你都認同嘅話咧，記得訂閱啦，同埋 forward 俾有需要嘅朋友。如果你話過去呢幾年咧做嘢做得唔係好開心，想試下新嘅環境，歡迎你 DM 我，大家飲杯咖啡，睇下會唔會你可以喺我哋個工作裏邊揾到我哋一樣嘅使命，就係可以幫客戶計劃未來，將安心開心帶俾每一個客戶。下次見。